呢個女人為咗同台灣嘅男朋友結婚，竟然呃自己阿媽簽咗樓宇抵押，然之後將抵押咗嘅錢借俾男朋友做生意。但係兩人結婚後，老公一啲都唔想還錢，而且自從佢生咗細路之後，老公成日都好夜至返屋企，仲突然剪短頭髮，着衫都開始講究咗。女人懷疑老公有古怪，於是暗中留意，點知發現老公去私會其他女仔。你去邊啊？要真係傾嘢。見老公滿口大話，女人踩住電單車偷偷跟住老公。佢喺一棟樓前面見到老公嘅車，於是就走入去睇下。點知老公突然出現撲低咗佢，跟住佢就暈咗。等到佢醒返嗰陣，發現手揸住把水果刀，而老公嘅屍體瞓咗喺左近。呢個時候，幾個警察衝咗入嚟，真係人贓並獲。女人最後成為咗謀殺親夫嘅兇手，被判咗10年監禁。因為要坐監，出世冇耐嘅細路就冇人照顧，女人唯有厚住面皮揾阿媽幫手，但係阿媽被佢走咗間屋，搞到爭落一大筆債，所以阿媽決定同呢個不孝女斷絕關係，自然都唔肯幫佢照顧細路。無奈之下，女人只得將細路送俾朋友。5年後，女人因為表現良好獲得特赦，提早出獄，但係朋友帶住細路不知所蹤。女人雖然幸運咁出咗獄，但呢刻就一無所有，佢只好由台灣返咗香港。臨走之前，佢將老公嘅骨灰都帶返嚟香港。畢竟曾經愛過，返到香港之後，女人發現家人被佢害得好慘。阿哥為咗幫阿媽還債，賣咗搵食嘅車房，依家一家人只可以寄人籬下。女人冇面再見阿媽，於是暫住喺閨蜜屋企。女人想重新開始生活，但係因為好多年冇做嘢，再加上年紀大又有案底，揾工處處撞板，心情鬱悶嗰陣，一個百厭嘅細路仔用水槍噴到佢成面水。但係女人誤會咗係揸住水槍玩嘅細路女，本身心情唔好嘅佢上前就係一輪批評。男人買完雪糕返嚟，以為係個女調皮，就教訓佢向女人道歉。細路女好委屈，返到屋企之後就鬥氣唔食飯，又唔肯出去玩。男人嚟到公園查問，發現原來係細路仔做嘅好事。佢知道自己錯怪咗個女。呢個時候佢再次見到女人，於是攔住女人將真相話俾佢知，仲請求佢同個女解釋清楚，等個女調氣順返。女人啱啱為揾工煩惱，唔想理呢啲瑣事，當場拒絕咗，轉身就走。點知下一秒，原來係俾女人害慘嘅阿媽見到個不孝女，好嬲，但係女人就話：咁我呢幾年都唔係好過啫，係嘛？你自作自受，你要死咪自己死咯，做咩累人累物啊？係啊，我喺你面前出嚟，你係最開心啊！女人講咗句晦氣話就走，阿媽嬲到當場暈低。喺男人嘅幫助下，女人急忙將阿媽送去醫院。佢本來想等阿媽醒咗先走，點知阿哥同阿嫂趕到醫院，女人唔知點面對屋企人，於是塞咗幾張銀紙俾男人，叫佢轉交俾阿媽，跟住就準備偷偷走人。點知仲係俾眼利嘅阿哥發現咗。做咩你會喺度噶？係咪你經過奶奶入院噶？我冇心噶。你做咩都冇心，不過害咗好多人。你翻嚟做咩啫？一翻嚟係搞事。